由零開始，加密貨幣防詐騙系列第一集。現今社會對平民百姓嚟講最複雜嘅投資工具，除咗傳統嘅期權期指之外咧，加密貨幣係其中一種我哋最容易受到詐騙嘅投資工具。想防止任何詐騙之前呢，我哋一齊先要了解佢。今集我哋同大家一齊學下乜嘢叫區塊。如果有錯，歡迎大家指正。喺上網查咗少少資料之後呢，以我嘅理解，傳統銀行同埋金融業嘅交易記錄其實都係以數據形式儲存，只不過係當我哋有交易嘅時候，呢啲交易嘅時間、金額會由文字嘅形式轉成數據，類似 Excel 咁樣嘅形態咧，儲存喺銀行嘅 server 同埋系統入邊。而銀行嘅 server 咧，大多數係以雲端又或者係我哋平時喺電影見到一部一部好大部嘅數據中心入邊嘅。而區塊鏈嘅技術，佢哋就係將我哋交易咗嘅記錄咧轉為數據，但因為需要將數據加密，但又唔想使太多嘅錢，所以選擇幾個數據先打包一次咁樣咧，去進行做加密呢個動作。然後加密完咧，就用比較特殊嘅哈希值嘅方式咧，去將打包咗嘅區塊鏈加密同埋連埋一齊，從而就做得到所謂可以大家實時都睇得到嗰個數據嘅改變啦，同埋防止咧有人私自篡改咗自己嗰一個交易記錄，做到加密同埋安全私隱兩個效果。大致上區塊嘅意思應該係咁，下次我再研究下乜嘢叫節點，同大家分享。訂閱或者留言，我哋一齊學習區塊鏈底層嘅邏輯，防止詐騙。